由香港出發，跨越3000公里，我哋嚟到中國最大嘅草原呼倫貝爾。呢度係成吉思汗嘅起點，亦都係我哋追尋北極光嘅終點。歡迎嚟到大林假期呼倫貝爾專機團，一齊喺中俄蒙邊境追光。一落機，蒙古族嘅姑娘就為我哋獻上最誠摯嘅祝福，吉祥他達。莫日格勒河，老舍筆下嘅天下第一曲水。每年嘅6月至到8月係呢條河嘅最佳觀賞時期。呢個時期嘅草原係最靚最綠嘅，迂迴曲折、碧波蕩漾嘅河水，成個景觀都好似落咗個 filter 咁啊！嚟到呼倫貝爾，我哋會換乘呢一架4驅車穿越濕地，出發！穿越嘅路途上，我哋都貼心安排咗水果、雪條、凍飲同零食，嘆盡全程啊！呢度曾經測量到有零下58度嘅極端低溫，6月嘅冷極村可以係話逃離炎炎夏日嘅避暑勝地。我哋可以喺呢度體驗到唔同嘅東北民族文化活動，例如着東北棉衲、跳秧歌舞、剪槍花等等。再喺森林木屋嘆返個下午茶，一齊整下松果掛件，全心投入感受當地文化。